다 남아랭게 상황을야 토마 那么，안에 各位공감 상황是甚至需啊，要当首先问这候样安德里的得各位不定些各位好。那么那个상황을야 그 장랑의 그同时 남자 呢，세배를 这 야 个 그릇이 这个 뒤시다 안 로사베 나로리아 남는 게 상황로 공감 상 시스템 좀 디기데 那 세리님의 么借这个机会呢，민주 也祝福大家这个铁牛年新年快乐，扎西德勒。祝福各位在 다들이 新的一年 송대 当中 공대 呢，身体健康， 진짜 心想事成， 시베리아 健康长寿。 지주미기도 那么今天开始 지지 呢，4个星期 안남다 会讲解法王米觉多杰的 리지에 마담 때네 妙 남의 行 많이 赞，还有这个 또르 无比赞 자세 쉬야 임래 这2部自传。 다들이 아주디 남주다 디 군주 저거 那么 다이렌다다 平时这个时候 이게 是 인상 米种 안나 的辩 지주에서 经， 인다샤 那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春天，所以 지주에서 민다랑 就称为叫忏魔春季课程，或许以后呢就称为是春季课程吧。 되네. 지가 야가 즈메 되서 차로도 안다 드네 지제나 마음발이야 아니 구주에서 민디 교르제 所以或许以后呢会把这个冬季的辩经活动就改成这样的一个春季的课程。 세제의 최 든데지 담과 게베 군농암 那么这次会选这2部 아린 수비미나 自传来讲，目的是什么呢？ 지단다 야왕까마 비군진 줌지는 나로네 主要呢，历代的噶玛巴当中， 那么很多对于各位在学习这些经论的学生来说，历代噶玛巴当中，大概大家对于第8世米觉多杰是最为熟悉的、亲切的。他不仅撰写了像中观、现观、戒律和俱舍的各种的论著，也因为他的这个智慧力呢，正确无误地传讲了显密的要义，还有各种大论的不同的主张，然后将噶举祖师的渐修行等等他都有做各种的讲说。所以不仅是让噶玛冈仓，也让整个达波噶举能够呢和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可以说平起平坐。那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第8世噶玛巴他的恩德力所致。其实我自己呢，也并不是这种历史或传记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同时也没有很广博的这种历史的知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也对于米觉多杰的各种的著作呢，也零零散散的做了一些阅读，所以稍微呢是有些经验、有些认识的。虽然自己并没有升起这种儒法的一种虔诚信心但就这样子阅读他的著作等等之后呢，从世俗的一个想法上，让我真的相信他是一位伟人，一位对我们很有恩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要很好的去持守弘扬这样一个实修传承的人来说，就应该对于就是我们的传承有所认识。那么我们要对于过去的祖师们一开始如何建立这个传承，过程中又是如何持守这个传承，最后又是如何弘扬的等等，这当中他们经历了多少的这种辛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对于这些故事
或者这些历史有所研究和学习，我觉得真的就能够知道这个传承它的庄严在哪里，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选这个传记为主题。但是呢，我并没有将这次的课程当成一种历史课来说，你们也不需要这样去想。但是这并不是说讲授历史贬低它的价值，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想要修行的人，所以当你无论学习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要记得不要只是将它当成一种外在的某种知识来学习，而是应该呢多花心思去看如何向内用这些内容帮助你转变你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会选这样的内容来讲说。尤其我们说祖师的教言不是那些纸上的文字哦，祖师的教言真的是什么呢？是他们一生当中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做的等等，都是你看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如何去修行跟实践，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教言。而且当我们说要判断一个上师是不是一个具德的上师哦，最主要就是要看他一生的他是怎么想的，他是怎么做的，他的思想跟言行举止是不是符合佛法，是不是如法，我们要这样子来判定，要这样子去做观察。尤其我们从这次要讲解的2部米觉多杰的自传中可以看到，在他撰写的时候，他是可以说是很谦虚的，他没有自认为我是噶玛巴，或者我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或者自认为我是历代噶玛巴具有这样的智慧、慈悲力量的功德的这样转世，没有，而是以一介凡夫僧人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那么靠着自己精进的努力，尽力的去做到如法的行持，所以内容是他一生修持的真实的一种经验之谈。所以这是一部真的是一个说是传记，但其实是一个实修的一种记录。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甚深的一个教言。希望各位听闻的时候，心中也要记得具备正确的动机和行为，然后好好的来听闻。那么在进入讲解这个米觉多杰访问米觉多杰传记之前，那么我想呢，先概略性的讲解一下噶玛巴这个名号的由来，还有噶玛巴为什么被称为黑宝冠持有者等等这些背景历史等等，会做一个介绍。所以接下来会简略的做一些介绍。首先呢，历代的噶玛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噶玛巴的名称？由来是什么？还有第一世的噶玛巴是哪一位？等等这些在西藏的历史文献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举个例子来说，萨迦派的一位大师蒙特洛珠嘉措的一个教例这个当中有提到，
杜松前巴一说呢是衔接千佛的第六佛狮子佛的化身，噶玛巴西一说呢是萨拉哈的化身，却并没有说是这个杜松前巴转世的这种说法。第一位被称为黑冠者、黑宝冠者是噶玛巴西，然而被称为噶玛巴的原因，是因为杜松前巴在下部建立了冈波乃朗，中部建立了噶玛拉颠，在上部建立了楚布斯而得名。因此，我认为杜松前巴只是字面上的噶玛巴，换句话说，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噶玛巴。所以这位萨迦派的大师上面这一段话意思是什么呢？大意是说，并没有说噶玛巴西这种是杜松前巴转世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的。而且呢，第一世噶玛巴应该是这个噶玛巴西。接着呢，杜松前巴因为在上中下部藏区建立了寺院，而且尤其因为新建了噶玛拉颠，所以才得到噶玛巴的名号。因此，杜松前巴可以被称为噶玛巴，但并不是真的噶玛巴哦。就是真正被称为噶玛巴的，应该是从噶玛巴西开始。但是呢，对于上面的这段话，只有很多人在没有考证的情况之下，都依据了这个说法去说。尤其是很多格鲁派的大师的说法都和这里说的一致。举个例子来说，像土官洛桑赤吉尼玛在一个部派名信当中就说，公扎巴的弟子噶玛巴西，有些人说他是杜松前巴的转世，但大多认为是萨拉哈的化身，没有历史源流可以佐证他是杜松前巴的转世。所以你看，萨迦派也好，格鲁派也好，都是在这样说。那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像是第五世这个他说的第五世观音尊者说的，让我想起了他说，在如虎狮的萨迦格鲁智者的争辩中，如同狐狸一般的嘎举大修行人可得小心了。所以让我突然想起了这段话，就是让萨迦格鲁派这些智者像老虎狮子一般这样的争论当中，嘎举大修行人其实像狐狸一般你们可要小心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还是要鼓起勇气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个说清楚。一般来说，杜松前巴的化身或转世就是噶玛巴西。当然，他的确没有像是后世的历代噶玛巴那样被认证，比如说举行坐床的传统仪式并没有。但实际上，噶玛巴西自己也清楚地说过，他就是杜松前巴的化身或转世的。在噶玛巴西他自己的一个自传叫《了悟30及无始本一体大力圆满之因缘》这样的一部著作中说到，杜松前巴传记中同时提到，未来在藏地洛扎成就的7个圣地，将有一位为了利益1位弟子者出现，和1位于长江应县容貌者将圆满我的心意，和不令贡巴瓦施主轮于在的转世中，如今众人称之为噶玛巴者，是为了圆满上述杜松前巴尊者的3个愿望，而在正知正念的情况下，出生为正法网红的长江地区中的赞普之一。总之呢，这段是说什么呢？他是引用了杜松前巴的这个很多的遗言和授记来佐证就是噶玛巴西他就是这个杜松前巴的转世。所以是他就是同样的，在这部传记当中还说到，过去著名的杜松前巴和现在的法身无垢壤中多指2者，这里壤中多指的是噶玛巴西，名称虽然有异，时间亦有前后之别，
但实际上是一体的。O atual Dharmakaya Imaculado Ranjung Dorje são diferentes em palavras e em tempos diferentes, mas na realidade eles são um em essência.突然听到这个天人的话或龙族的话听不懂。所以总之呢，这里在说的是噶玛巴西，他就是符合了杜松前巴的遗言和许多的受记来说，他就是这个杜松前巴的转世。同时他也说到说，过去著名的杜松前巴和现在的法身无垢让种多杰，让种多杰其实就是噶玛巴西他的这个一个秘名所以这里指的就是噶玛巴西。所以他的传记中说，过去的杜松前巴和现在的让种多杰名称虽然有异，但实际上是一体的。还有呢，由噶玛巴西撰写的一部有关杜松前巴的再传弟子，就是崩扎巴这位大师，噶玛巴西写了他的一个传记，中提到什么呢？他说呢，昨晚你在的时候，杜松前巴噶举祖师都出现了，你真是一个有福缘者呀，真是稀奇。另外还写到，今天杜松前巴的显像遍满虚空，你是一个有福缘者，哪都别去，好好待着，好好修持我的教导。那这一段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噶玛巴西他的上师是谁？就是崩扎巴。当他医治了上师崩扎巴之后，他的上师崩扎巴就见到很多杜松前巴的经官，所以崩扎巴就说了那段话，上面是崩扎巴对杜松前巴对噶玛巴西说：“你真的是有福缘者。”所以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同样呢，噶玛巴西他恢复还有重建了杜松前巴上中下藏区的各个寺院，而且呢，他广大的弘扬佛法，真的就和杜松前巴再来一样的。所以后来很多的这些阿摩冈仓的弟子都认为一致公认噶玛巴西就是杜松前巴的转世。所以因此，你看噶玛巴西虽然没有传统那样的认证和坐床的仪式，但不能因为没有这些仪式就否定他是杜松前巴的转世或化身。这就有点像我们说佛菩萨不是有很多化身吗？我们也不会说他没有因为认证和坐床就否定他们是某某佛菩萨的化身是一样的。那么在许多隐秘的经句当中呢，有对于噶玛巴很多的受记其中公认无真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和贤劫第六尊佛狮子佛的心意是无别的。那最主要是源自于有位叫祥喇嘛瑜扎巴，他在长波洞中取出的一个受记伏藏的一个说法，就成为了有这样子称噶玛巴他是贤劫第六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出现，就是贤劫第六佛狮子佛。总之呢，我们说看到许多历史文献还有传记里面来看，在杜松前巴的时候，其实还没有被称为噶玛巴的这种传统，并没有的。像是在这个
衔着遗验等等这些比较著名跟比较正确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就提到，出家时尽观出现空行母受记为诸佛事业者，即噶玛巴的名号等等，有这样的说法来看。所以这时噶玛巴的名号还没有广传，只是一个秘密的一个名字，所以可以推知呢，它就只是一个秘密的名字而已，还没有公开广传，而是从噶玛巴西开始才被称为叫噶玛巴。所以噶玛巴西他自己也开始称呼说自己就是噶玛巴，所以是从他开始的。同样，历代噶玛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常常潜意识噶玛巴的秘密的名字会成为下意识噶玛巴的名号。像是呢，噶玛巴西的秘名是什么？就是壤中多杰。那这就是后来第三世噶玛巴的名号。还有第三世壤中多杰，他的秘密名号是什么呢？是若佩多杰。而这就是之后第四世的名号。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搞混这个到底这是噶玛巴西的教言还是让准多杰的教言，会搞不清楚。因为在那些教言的作者都写的是让众多杰。但是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由噶玛恰美撰写的一个噶玛寺的介绍当中说，噶玛巴西为什么叫噶玛巴？因为它很助于噶玛寺，所以得名为噶玛巴。但这里，但其实一般来说，创建噶玛寺的是谁？是杜松前巴。所以照理说，应该是杜松前巴就称为噶玛巴。但是为什么是噶玛巴西才开始被称为是噶玛巴呢？或许是噶玛巴西住在噶玛寺的时间比较久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这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在冈仓的这样子的历史中来说的话，并没有看到上面这段说法。但是只有在噶玛恰美的噶玛寺的介绍当中有到。另外，刚刚萨迦派那位蒙推罗朱教授大师认为，噶玛拉丁寺是由噶玛巴西创建这样的说法时间上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噶玛拉丁的这个山居这样的一个修持地方，最先是由壤众多杰创建的。这在壤众多杰的自传，还有其他历史文献当中都有清楚的记载。所以大家都是这么说的。总之呢，广为人知的噶玛巴名号，从这点来算的话，第一世是噶玛巴西；而从第一个持有黑宝冠者来算的话，第一世是杜松前巴。从认证的转世来说的话，第一世是让种多杰，是这样的一个算法说法。所以也因此呢，在一段呢杜松前巴的一个授记中就提到，楚故此地将出现3位黑冠者。我觉得上一段授记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上面刚刚讲的有这样不同的一个算法来讲，所以有3位黑冠者。同样呢，在米觉多杰的一个于伽序大书中也提到，现今的达波噶举派
如有纷争的显密法眼，释迦佛当中的第一尊佛，便知让众多劫，他是持有伽玛巴名号的第二世，持有黑宝冠者的第三世。所以达波嘎句里面有2位智者，其中一个就是让众多劫，他是持有伽玛巴名号的第二世，持有黑宝冠者的第三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有严谨的历史考据的一种说法。所以再讲一次，广为人知的伽玛巴，从这个名号来说的话，第一世是伽玛巴系，而从持有黑宝冠者来算的话，第一世是杜宋前巴，那么第二世是伽玛巴系，第三世是让众多劫等等。但从认证转世来算的话，第一世是让众多劫。那么这里刚刚谈到好多是有关叫持黑宝冠者，那所以这是历代伽玛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黑宝冠，它会顶戴这个黑宝冠。所以因此伽玛巴也被称为叫黑冠者。像是伽玛巴，他会顶戴黑宝冠，或者让大众觐见黑宝冠，有这样的仪式。当中会鼓励大家念诵6字大明咒，还有赠予7世不堕之黑宝丸。同时呢，也会赠予他的弟子让黑宝冠同样形状，但颜色为白、黄、红、绿等等这样的宝冠。所以就以现在来说，就是跟这些相关、跟黑宝冠相关的各种的仪式是流传的非常的广的。那一般来说，在佛法上对伽玛巴有信心的人，或者就是一般我们说很相信、喜欢这个伽玛巴的人来讲，他就算不了解黑宝冠代表的意义和历史，但也都会深信黑宝冠是遍及解脱，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以为呢，伽玛巴的这个法帽没什么佛法上的意义，只是像蒙古和中国皇帝赠予的这种冠帽，或者像是英国女皇的这种皇冠一样啊，象征某种权力和地位而已。还有些人以为呢，这是伽玛巴想出来能够得到供养的一种伎俩。结果这时候的黑宝冠好像只是一种敛财的工具哦。有的人也是这样想的。还有人以为说，黑宝冠是黑色的，这个可不符合戒律。而且我们说摩的这个帽子都是黑色的，不应该穿戴。总之，各式各样乱七八糟说法很多。那一方面来说，或许就是这说明什么呢？这黑宝冠真的很出名嘛，这么多人都知道，所以有这么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来说，也代表大家更不明白这个宝冠它真正的历史典故和代表的含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诋毁出现。那么，所以就要解释一下黑宝冠。那么，黑宝冠最初出现是什么时候呢？最早是从这个，我想应该是从杜松前巴开始的。那么，在土官宗派源流这样一部著作中呢，提到说，杜松前巴顶戴黑冠，所以被称为黑冠者的这一说法，
详细去研究来说的话，事实上是噶玛巴西得到蒙古王所供养的一顶事业黑冠后，才使其后一切转世都成黑冠者，这是确定的。如今，我们从帽子的尺寸上可以看出戴帽者的地位和责任。体积较大的帽子是由清朝皇帝所供养并开创的体制，而在蒙古与汉族王朝中，则是以帽子的设计差异来分类戴帽者的地位。当时，受皇帝和帝师者都会得到一顶精致黑帽，所以永乐皇帝也供养了大慈法王释迦也是一顶这样的帽子。至于噶玛巴的追随者认为黑冠是源自10万空行母之法供养，顶戴于杜松城巴顶上的这一说法，无疑是崇拜杨毅所致之词哦。总之呢，从以上这一段你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原因说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但是就是硬把黑宝冠说成是只有噶玛巴西才有，杜松前巴没有，而且呢，把噶玛巴西的法帽说成只是一种这些皇帝给他的一种代表权力的官帽而已。那么，所以呢，那到底这个黑宝冠是不是杜松前巴时候就有了呢？那这只能从一些古老的传记当中去找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杜松前巴法王他的一个教言集当中啊，有一部名为叫做《三烧容》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部著作当中有提到。那这部著作呢，是由杜松前巴的一个亲传弟子，他在身边记下来杜松前巴的教义，当中就提到说，观想自身头顶上有个鲜白月枕，圆枕月盘，月盘上有根本上师，他与杜松前巴法王无二无别，白发黑冠安坐于光明与光明自信之中。所以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所以这段话为什么要引用啊？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原来在那个时候，杜松前巴的弟子们，就是他们在观想杜松前巴上修上师相应法的时候，就会观想杜松前巴是戴着有黑冠的。同样呢，在噶玛巴西的一个自传，就是了悟30及无始本一体哦，之前提到的这样一部著作中记载，杜松前巴尊者是因陀罗菩提王的化身，受到其自身本质的加持，所以在任何弟子的面前都会如镜中印象一般展现不可思议的化身。他与萨拉哈大婆罗门一体，所以顶在世界上前所未见、象征法性不变的金枝黑冠，上有各种象征，无以象征之具身至大手印的各种细节。所以总之这里面说什么呢？对，这里就提到有在带这样一个前所未见、西藏当时从来没有见过的象征法性不变的金枝黑冠。还有在米支多杰解释黑宝冠时，他引述了一部杜松前巴的一部古老传记哦，这个他就说这个传记当中说到什么，就是说有顶戴黑绫花朵围绕具有纹饰的黑冠。所以米支多杰就说当时有这么一部古老的杜松前巴传记当中就有记载这样的黑宝冠。还有在像贤者喜宴，像是一部就是大家公认的著名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当中呢，也有提到说，杜松前巴出家的时候，在进观当中就10万空行母为其现代黑冠，并因总集诸佛事业不赐予噶玛巴的名号。所以当时噶玛巴因为见到了这样的进观。所以
他就因此呢，有这样的静观，他就制作，后来就会有顶戴这样黑宝冠的传统。不仅如此，杜松前巴他顶戴的那顶黑宝冠之后呢，也在楚部的这个宝藏当中呢，就有着的。为什么呢？这是在米觉多杰的一位上师，有4位总经教师哦，其中一位就是他学大经大论的这样的上师叫噶玛钦列巴的一个问答录哦，解脱摄意，就噶玛钦列巴的问答录解脱摄意书当中就提到，有些人主张这顶黑冠是萨拉哈的授权，有些人则说它是1000位空行之法所成。总之，这些是圣化身的一些事迹，远超凡夫所能理解。所以据说这顶黑冠在主布寺的黑库内，但我无缘得见。所以里面你可以看到清楚记载说，有这样子的10万空行魔所编织而成的头发编织而成的这个宝冠，他就说有这样一个藏在主布寺的这个宝库当中，但我无缘得见。还有第15是噶玛巴康正多杰，他在楚布寺为第2世长贡公主天罪如塞举行这个升座大典的时候，他还将这个杜松琴巴的黑宝冠，还去这个控触其顶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加持。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了第15世噶玛巴的时候，第1世噶玛巴杜松琴巴的这个黑冠也都还是有着的。所以总之，从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推测出，噶玛巴的这个黑宝冠呢，从杜松前巴的时候就有了，而且这个黑宝冠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什么施主啊、皇帝，也不是什么某某大人物所给予的，而是杜松前巴他自己制作的，或者说是他叫别人去制作而成的。所以这是很清楚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讲到了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口头上都会说噶玛巴是黑冠者，他的宝冠被称为叫黑宝冠，但这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而已。事实上，噶玛巴法帽它的颜色是什么呢？它是蓝黑色，或者是就是这种蓝黑色的，并不是纯黑的，并不是。那么最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宝冠它有这样的印饰啊，有这样的颜色，其实和密乘的修持是有关系的。譬如说，在密乘的饰部来说，像有水灌顶、宝冠灌顶，所以这时候这种法帽可以被称为叫宝冠。所以总之呢，这样的宝冠，它因为象征着五方佛，所以它有不同的形状和颜色。那么，当这里噶玛巴的这个宝冠，它是象征不动佛，所以在这个宝冠的前面有一个金刚杵的金色的图案，而且颜色是蓝黑色。蓝色、蓝黑色，它代表就是法性的一种不变或不动。同时，就像我们会说，虚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虚空是这种蓝色、蓝黑色。所以，噶玛巴的黑宝冠代表了不动佛，代表了这种虚空不变，也是蓝黑色的。所以，总之，讲到密乘的修持，都会借由象征、意义和征兆3方面，或者多时候会透过了能权啊、所权的各种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去断除我们各种世俗的这种贪执。同样，对于黑宝冠呢，也是这样的一种解释的。那么，
总之，对于黑宝观的解释有很多很多，其中我觉得最早的一部应该是第三世忍中多杰他所写的一个叫黑宝观的释。那么，我想我大概念一下，讲一下内容。这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南无咕噜，顶礼一切上师尊。我今略赞誉空行共加持，金鹏一黑冠，底色深黑色，深黑者表法身不变，貌有四面者表四无量心，具二貌异者表全智不异，上有三尖者表三身自圆，貌有四色者表成就四业，五色布饰者表顶戴五部，顶有日月者表常伴不离上师中道，额有一色块表之一全解，全解归一智，黑冠聚众表萨拉哈全及度诵前八。”得自重空行，愿尽此观者，会度诵前八等等啊。这是第三世忍中多杰所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密乘里面都会用很多的这种象征啊，来表示一些它隐含的意义，一种能全所全的方式哦。好，那我们这里稍微休息一下，那么休息半个小时，然后再接着上课。大公都相当这边管理啊，中国路的干的不的，都得是修的。但是那样，干嘛别给在吧？推么没不如，这个看的是呢，我些屋里啊别水呢，我些屋里看不上没吧，我些这样个这个结果，没事哇。到现在哪有明白？但这个我想这样的这结果什么的吧？大致我想这样的，他们可对全部认识这些。那么接下来噶玛巴的佛心事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宝冠呢，它不仅是戴在头上，而且也会举办这种黑宝冠的活动。但是这个仪式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是已经不可考了。我想这样给挂台了呀。那么就这个顶戴黑宝冠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呢，在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所写的第三世噶玛巴的一个传记当中提到。那么里面就有一段特殊的一段这样的记载，就是第九世噶玛巴的时候，那么当时的这个戴喇嘛尊者就是见了第九世噶玛巴。那么当时尊者就说，观音尊者就说他想要见这个法帽黑宝冠。那么噶玛巴当时就说，大部分都是大众觐见的时候，或者说有这样子的请求供养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传统可以见这样的黑宝冠。但是
尊贵的诸位仁波切，就是观音尊者，您要见的话，那当然没有问题，就马上呢就叫侍者把这样子的宝冠，还有这样子包着宝冠的盒子都带来，而且里面顶戴这样子的宝冠，然后，那么同时这时候观音尊者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供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灌顶仪式结束后，那么观音尊者呢，那么那么当时尊者呢拿到了这个法帽然后就可以说放在了虚空中。那么当时的噶玛巴三世法王还有他的弟子们都很惊讶，哇，就觉得尊者很特殊、很殊胜。那么当时的观音尊者就说什么呢？这时候就说哦，那这个说法帽是10万空行的头发编织而成的说法，可能也是正确的了。那么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说，可能这个黑宝冠真的是由这个空行头发所制作而成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顶戴黑宝冠的法会呢，仪式有历年来都有许多不同的改变修改。那么依照主布寺一些年长僧人的说法，在第16世噶玛巴这一世当中，就做了比较多次的一些修改调整。那么对于噶玛巴顶戴黑宝冠仪式是怎么做的，怎么进行的，最清楚的记载是在出自《斯图边谦》的一个传记当中有提到。当时呢，斯图边谦他当时就看到了第9世噶玛巴的一个笔记，那个笔记当中就有清楚的记载说，这个黑宝冠的仪式要如何进行等等。但今天我想就不说那个当中的细节，但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顶戴黑宝冠的仪式的时候呢，过去的历代噶玛巴的时候，都会因为是对大众嘛，办这样的活动，都会鼓励大众要念诵六字大明咒，持诵异变，还有鼓励要放生，还有断除各种的争吵、斗争等等。总之就是鼓励大众要尽力的去行善。还有现在你会看到在西藏各处呢，但不只是西藏，我们说像是喜马拉雅地区啊，还有尼泊尔啊，在很多的这些地区都会有唱诵这个玛尼，也就是有这种唱诵六字大明咒这样子的一个音调的来唱诵。还有你会看到他们会手持着这个玛尼轮在转。那像这些唱诵六字大明咒，还有手持这样的六字大明咒玛尼轮的传统，它最主要就是由噶玛巴西那个时候开始的传承下来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最主要是因为噶玛巴西它最主要的本尊就是我们叫大悲圣海红观音，所以噶玛巴西呢，他在有一次的静观当中就看到了五部空行，那么就在人群当中大众当中呢，就嘱咐大众要唱诵六字大明咒，要有这样的音调来唱诵。那么，并且说呢，一切呢，谁只要见到或听闻到这样子的咒音呢，皆是会得到这个五不空行的加持。所以之后呢，噶玛巴西无论他前往到何处，他都会举办黑宝冠的法会，而且会要大众唱诵六字大明咒。
这在很多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在贤者喜宴当中都有清楚的记载。那么，尤其在近代后世的一些历史当中记载就是八思巴尊者前往元朝的时候，甚至说噶玛巴西有就只是一个会念六字大明咒的人，其他什么都不是的说法。所以这有一点好像是有一点贬义的说法。但总之呢，西藏会有说玛尼上师，还有就是唱诵六字大明咒，尤其呢是会手转玛尼轮，可以说都是由噶玛巴西开始倡导传承下来的。第七世的班禅、洛桑登尼玛等等大师还有一些很多各个教派的大师都这么认为，都这么公认。还有呢，这个明朝的永乐皇帝，也就是噶玛巴的新谢巴，他前往南京的时候，那当时最主要念诵的噶玛巴的名号咒或者说咒语是什么呢？就是六字大明咒。所以当时中文记载中提到，很多当时的汉人听到这个六字大明咒时，都感到很不可思议。那不是英文也会有一个笑话吗？听到 "Oh money" 说是 money pay。所以总之，当时你可以想象，在到了南京，然后当时的这些汉族们第一次听到 "Oh money p a y home" 的时候，就很惊讶。然后这是西方传来的，当时的这个上帝传来的一个咒语，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有很多的一些一些说法，但时间的关系，这部分就不说。总之呢，我们看到上面说了许多的原因，那么我们要知道最主要这个举办黑宝冠的这样一个法会，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鼓励大众要行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因缘呢，慢慢和过去好多传统也开始式微了。那么让人会误以为好像这样的法会是在累积积聚供养而已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要了解它的含义，黑宝冠仪式的含义，能够正确无误的好好的延续，还有去发扬历代噶玛巴的心意那么在这样子的办的黑宝冠仪式上，那么杜宋前巴和噶玛巴西路时候的这个宝冠呢，它就是用一般的我们说黑色的布编制而成的，它应该上面是没有什么这种宝物的，就像我们看到在噶玛巴寺的大成就着噶玛巴西的宝冠，现在还看得到。那么它的材质呢也是很普通的，也一点也不特别。那么之后，当然我们说元朝、明朝皇帝呢，广做这种对于噶玛巴大做供养那么也因为噶玛巴接受这么多的供养，所以藏地有一种说法说，不要跟噶玛巴比财物。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因为历代的噶玛巴呢，他们很多都是汉藏蒙的很多的这个皇帝的帝师，很多大人物的这些上师，所以他们都会对他做广大的供养，各种珍贵的物品等等。所以说有这种说法说，不要跟噶玛巴比财物。但是大部分这些珍贵的供养珍宝呢，在这个固始汗的侵略的时候都没有了。那到了文革的时候，可以说就消失殆尽了。其中还剩下的一些这些宝物呢，第16世噶玛巴前往印度的时候，
也带了一些，但最后现在也都被封存在隆德寺了，所以是一个是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一个情况哦。这身为高木刚仓的弟子，其实我们应该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一些教训，以历史为借鉴哦。但好像这样子做的人并不多。那么在历史传记当中呢，有很多记载提到说有蒙古或者中国的皇帝供养宝冠，但比较清楚的记载是有2个。那从哪里知道说有这样两个宝冠呢？是在噶玛钦列巴的这个问答录叫《景多摄译》中就有提到，现在法仙大营中藏有的黑冠共有2顶，一顶是第4世法王若贝多杰受蒙古元顺帝供养的蒙古护职帽，和第6世法王受明朝皇帝供养，装饰着各种珍宝的黑冠，一般称之为平旗占卜。所以这里看到提到有2顶这个宝冠。那么依照历代噶玛巴的传记当中来看呢，就会多次提到古代剑戟聚义这个宝冠和平旗占卜这样的宝冠。所以从这样的说法来说，好像是在说有自己顶戴的和给予大众瞻仰的这样2种不同的宝冠哦。那么尊贵的第16世法王噶玛巴，他到世界各地都有举办这样一个黑宝冠的法会。那么，那到底是哪一个宝冠呢？我们现在也没办法说准，我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顶。但是呢，依据这个楚布寺这些长辈们、这些僧人们的口耳相传，那当然楚布寺的僧人总是说法很多，那总之他们说的可多了，但很多也是无凭无据的。总之呢，有这么一个口耳相传的说法，就是呢，第16世噶玛巴戴的宝冠是什么呢？是明永乐皇帝供养给第5世法王的那一顶宝冠。那第5世噶玛巴的金谢巴的传记有许多部哦，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是好的传记是第5世法王的入室弟子楚布大文书他所写的一个传记中提到，永乐皇帝在面见第5世法王之前呢，就梦见过，就做了一个梦，就梦到什么呢？梦到在他面前的虚空中有诸佛菩萨围绕的一个宝髻如来，他梦到这样一个景象。接着呢，这个如来呢，又去会见了来自西方顶戴黑冠的噶玛巴上师，所以这时候他们说噶玛巴是来自西方嘛，是从汉地来讲是西方的噶玛巴上师。所以后来呢，永乐皇帝在他亲见到这个德信贴巴法王的时候，发现呢，这跟法王的形象跟他在梦中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永乐皇帝呢就非常高兴啊，龙心大悦。那么他就写下了一个赞文，叫做好像叫珍宝鼎自在庄严赞等等，而且他就写了这样一个庄严赞，而且还绘制了法王的一个圣像。不但这样，他最后为法王奉上这个尊号的时候，那么当时就觉得呢，
大宝法王这个名号与元代的皇帝给八思巴奉上的这个尊号是一致的。所以呢，他在前面特别还加了如来，所以就成为这个如来大宝法王。那为什么会加个如来？其实这也是因为永乐皇帝之前说他做了个梦嘛，跟他的梦境是一致，梦到了宝髻如来是有关联的。所以呢，第五世法王被称为这个如来大宝法王，或者也被称为叫如来德兴谢巴。那他本来就是他第五世法王叫德兴谢巴，但很多时候也被称为叫如来德兴谢巴。这些内容是很清楚的。但是呢，这段历史中对于皇帝是否有供养宝冠给法王的这一段史实还是有存疑的。还有这个楚布寺的这些长辈们，还有一个说法是呢，丽江土司也供养了一个宝冠，叫丽江宝冠。它比现在呢，法王们顶戴的这个宝冠颜色稍微更蓝一些。但是呢，16世法王到印度的时候，这一顶留在了西藏，后来文革的时候也丢失了，现在也不知去向。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说法，在历代噶玛巴传记当中，顶多就是看到有一句记载说，丽江土司共有第8世金法帽，只有这样。所以你在猜呢，遗留在西藏的宝冠应该是前述2顶当中的一顶，就是刚刚说见吉解脱跟同其占卜，大概是这2个宝冠当中的一个，但也不确定的。总之呢，我们说到明永乐皇帝，他的确是供养了这个一顶黑色的五佛冠，他是供养了大慈法王一顶黑色的五佛冠。这个宝冠的帽子跟黑宝冠虽然颜色一样，但是形制是不同的。同样呢，第1世的迦查仁波切国师阿朱顿珠也曾得到叫明正统帝所供养的一顶黑冠。但是迦查仁波切认为自己如果戴上这个宝冠的帽子呢，形象就会太接近这个噶玛巴自己的上师，所以他将这顶宝冠呢作为装藏物供养了佛像。总之呢，我们不能从某顶帽子是黑色的就判定这个帽子跟黑宝冠是同一个系列的。事实上，从杜松顶巴也好，来巴西开始，总之呢就已经有顶戴黑冠的传统。那么，与元代还有明代的这些皇帝们，他们是在这样子的形象跟颜色的传统上，然后再加上一些珍宝的装饰，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设计调整而制成这样的宝冠做供养。总之呢，这些黑宝冠在这些皇帝还没有依止噶玛巴为上师前，黑宝冠就有了。现代人很多人不知道这层含义所以很多时候在讨论黑宝冠的时候，都会重点都关注的是什么？是哇，你看它上面安装装置装饰有什么样的珍宝，还有它的材质有多珍贵等等。但这样子的，其实真的就是将檀木制成炭木来销售一样就是一种浪费跟无知所以真正不是那些珍贵的珍宝等等东西，我们要了解整个黑宝观它的实际的背景，还有原因等等是很重要的，而不要这个人云亦云，然后那样只会闹个笑话。
今天我好像变成在说故事一样。那么还有像伽马巴很重要的就是伽马巴的一个名号跟咒语，或者说是一个祈请文，就是叫伽马巴切诺。那我觉得这也已经是伽马巴的一个特色。但是伽马巴切诺这个咒语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传出来的、流传的，就很困难，要说清楚很困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咒语是对伽马巴有信心的，在他们这些弟子们当中慢慢传开来的，并没有办法指出说是某个人开始的。其实呢，在西藏古代就有这种雅拉香波签，就是雅拉香波山神见之呀，或者唐拉阳寿签、唐拉山神见之等等，有这样的 签诺这样子的传统说法，就在敦煌的文献当中就看到。接着西藏佛教兴盛之后，慢慢就变成观注松天，就是三宝，您知道呀，或者说观注松不见习三宝大悲眷顾等等。那么接着到了伽马巴这个名号更广为人知之后，就有很多人会念成您知道，您见之，您大悲眷顾啊，伽马巴，您眷顾，您知道等等的说法开始。现在有些华人的佛弟子会以为伽马巴千诺就是伽马巴的名号名称，所以很多人见到我就叫我叫伽马巴千诺。但其实呢，这是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祈求祈求您知道我的苦乐，请您帮助我、救护我、关照着我等等啊。所以天就是一种祈请的意思。那么在一部明朝当时的一部经典中，叫做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这样的一本著作当中呢，它有一页的上半部就画有了第九世这个德性谢巴伽玛巴德性谢巴的像，下面就是中文写到什么呢？就是咖喱马上师及大宝法王经咒唵嘛尼巴密吽。接着再在它下面左边是写着梵文，就是伽玛古鲁那摩，然后唵嘛呢叭咪吽。在同一行梵文的旁边，就是同一行右边呢，就写着藏文的什么呢？缺接伽玛拉那摩，然后唵嘛呢叭咪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文献当中看到，就跟上面说的一样，从伽玛巴西开始就有就是这个唱诵六字大明咒的传统，所以这样的佛系事业流传的是非常的广的，至少呢传到什么时候呢？传到了第五世伽玛巴德兴谢巴的时候，所以当时呢都是念诵唵嘛呢叭咪吽，当成是伽玛巴的名号咒语和祈请文。之后才慢慢演变成念伽玛巴千诺来当成是这个伽玛巴的名号咒语。所以接着就像我们像最早的一个记录，就伽玛巴米居多的四座上师相应法当中呢，也多次会念诵伽玛巴千诺。还有在恰美人切所写的山居法，恰美山居法当中也有这么说到：后为传承上师祈请文，或于梵文称为伽玛巴，藏文字面意为事业者，含义意为诸佛事业者。是故传承一切上师众，意为实践诸佛事业者，称念伽玛巴千，亦是合适的。这段意思是，就是说，这个伽玛巴这样的一个称谓，它是属于历代伽玛巴的一个专有的称谓。但有的时候，
有时候会称伽马巴的信徒们也会说汝等伽马巴众，也会这样子称呼的。还有在之后，在冈仓的教法稍微式微之后，像在拉萨周围都不会说伽马巴，而会说伽马瓦、伽马瓦。甚至呢，连伽马瓦他们都不说，而是说伽马伽马，连瓦都不说了。那有一些学者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些当时有这样的情况，一个说法就是一种轻视哦。那因为当时刚刚的教法也视为了，但是意义上来说，总之呢，所有的可以说行佛事业者都可以称为伽马巴或佛的事业行佛事业者。所以，而伽马所有的上师，他们都在行持这个佛行事业，所以伽马巴切诺也可以作为你在念的时候，就像是在祈请所有的上师是一样的。所以刚这是下面他说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各位以后在念诵伽马巴切诺的时候，也应该心中要有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哦，这就是在祈请所有的上师，所有的行佛事业者。那这样子的话，更能够圆满殊胜的福德。所以你要知道，伽马巴它不仅仅是指历代的这些伽马巴而已，它也包含了伽马巴，也包含了历代的根本和传承的所有的上师，还有所有的这些善知识们。总之呢，在雪域、藏地、西藏各个教派的这些上师，他们都是在行佛事业者，都是在利益众生，帮助每一个众生种下解脱的种子。所以，当你在念格玛巴千诺的时候，你就是在向着所有的上智师跟上师在做祈请。这个到底时间是怎么样？我要算一下，有点头昏了，好像还有半个小时。但是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也可以早点休息。或许从明天开始，开始的时间明天一样，开始时间一样，然后中文然后休息然后讲课1个小时，然后休息半个小时，然后之后大概再讲40分钟就好了。那么今天是第1天啊，感觉有一些各方面没有准备的特别好，但是我想应该1天会比1天更好吧。那么最后做课诵回向。